Teresa Teng Medley Introduction。 Teresa Teng 咧就係鄧麗君嘅英文名嚟嘅，佢係喺台灣好出名嘅歌手同埋演員，就生於1953年，就死於1995年。死嗰時只有42歲，就喺泰國清邁度假嗰陣時候，有嚴重嘅哮喘致命嘅。有傳說咧就話同佢當時嘅男朋友 Paul Killary 一個攝影家有關嘅。驗屍報告咧講佢有被人打過嘅痕跡，有永遠嘅軍中情人之稱，又稱為 Asia's Eternal Queen of Pop。邊度有中國人呢？邊度就有鄧麗君嘅音樂。佢清脆甜美嘅歌聲，10歲咧已經拎咗全台灣黃梅調歌唱比賽嘅獎項。佢咧曾讀過英國嘅 Royal College of Art， 佢係一間只係俾藝術同埋設計研究學位嘅大學嚟嘅。佢嘅歌咧風行咗30多年，特別係70同埋80年代。佢一共錄咗1500多首歌，就有多種語言，有國語啦、福建話啦、廣東話啦、日文啦、印尼文啦、英文啦、意大利文啦。佢仲會講呢個法文啦、泰文啦，就好多歌手咧都翻唱佢嘅歌嘅。佢26年嘅歌唱生涯咧，一共出咗25隻唱片，賣咗成2200萬隻。Teresa Teng Medley 一共有3首歌。第一首咧就係在水一方，係瓊瑤1975年嘅電影《在水一方》同名嘅主題曲。原唱咧就係江雷，就1980年咧就由鄧麗君唱完之後咧就紅透大江南北。第二首咧就係再見吧我的愛人。鄧麗君咧1971年認識咗第一位男朋友林振發，可惜咧佢1976年咧就死於心臟病。再見吧我的愛人呢，就寫俾佢嘅初戀情人嘅。第三首歌呢，就係1979年出嘅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70年代鄧麗君呢喺東南亞巡迴演出嗰時候呢，無意就聽到呢一首歌，所以佢就重新演繹，一炮而紅，又成為好多部電視插曲或者主題曲。2011年就呢一首歌呢，就獲得中華民國建國100年金曲嘅首榜，就華人呢嘅家就譽戶曉嘅不朽經典嚟嘅。多謝大家。